交完成嘛，发交熟记嘛。哦，这间的完成以上，你讲咱交出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发条这个熟记，哦，那个熟记嘛，无连一种熟记，咱会去发条嘛。哦，对不对？如果有安尼话时阵哦，你原来这个世界的内底是不是状况哦，是不是更好？所以讲，人无人达到安尼要紧，咱好好落去拍拼。哦，所以有时候再讲讲，当代无安，犹如火体，就是这意思嘛。哦，你若讲达到超完成发上去的时阵，就是原来这世界的内底真正，你就该设计无设计，无该咱带得安安稳稳的。犹如火体，真正火体，你甲咱煎，你甲咱烤，你甲咱那。安尼真正话就非常放高，哦，非常特别放高啦。所以呢，咱来知影，所以咱今仔日修行最重要的目标，就是讲以前爱注重这个歹物件，一定爱甲删掉。删掉的时阵，你自然你在因缘现象的时阵，你就一旦开悟就行啦。哦，过去多数在这个地方安尼来嘛。啊，无就是卖嘛，就是卖卖嘛，而且真实来，一定开始起来，开始卖卖嘛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有道大师伊才甲咱讲，卖文经理才就是这意思嘛。卖卖的方海为主，闻着真理天道，伊第啊人讲去用地心去思考，哦，去思考嘛，去改变嘛。所以说伊才讲卖卖遐时阵，经过。累减累积，经累积就是讲真济济，累减累积的角度，也我当发现生意就这个意思啦。所以就说伊才讲是误的嘛。啊，你今仔是误的人咧，听着真理天道，听着这种会当改变咱的实际甲目的，听着了后的时阵，会当当下是去改变的时阵，我只是刹那之间尔啦。甚至我只三角当下，你就可以讲角五角青意思啦，哦，所以角青意思啦吼。所以这个五，但是五内底伊意思有真深哦。五有一种是解五，有一种是正五，这是无同。解五的时阵，就是我今日听着讲师甲咱讲，听着罗素大师甲开演，这种法门五。这个解悟是我了解，就说大师教我讲尔，我怎样去改变？哦，这个是解悟意思哦。啊，正悟就是讲，伊脚踏实地、实修、实证、实行，对，当下行嘞，是当下是开悟这种心哦。就说大师伊去问着啥呢？迄个啥？迄个燕佛说出以先提先出了，遐是有名，伊当下就开悟，迄个悟就是正悟。伊迄个修道修到一段因缘的时阵，已经成绩啦，是修是成家到这个步路啊、教啊、当下加了一句话，为这个当下就是正悟一方面就是发展贯通，第一阵就发展贯通嘛。啊，解悟无共，道理了解啦，但是了解时阵，伊而且了解，出去就一定无了解嘛，出去就一定无了解啦。但是一个正悟的人，伊正悟就是正了后，悟就是悟，永远就是安尼。但是解悟就无共，解悟道理了解，但是而且听听讲，有影咧，迄个某讲师伊讲了袂歹，有学有道理好，安尼。啊，但是你就到老爸吼，无一定啦，无一定就讲真正讲安尼啦吼，对不对？所以咱真正是会知。所以解悟的意思就是有深浅，有深有浅，有悬低有好歹嘛，对不对？解悟就是这意思。正悟就无共，正悟就无好歹，无深浅，无悬低，伊就无共啊，伊就无关系啊。所以你啊，解悟就是讲啥呢？亲像讲迄个啥，咱若关就本的烦恼，就建造就本的菩提嘛，是不是安尼？这就是开悟。但是正悟的人就无，当下就开悟就行啊，当下就开悟了，这就是代志，生活
做大出家的，一无所住，2000年伊当下就政府，伊就是人生正面的人，伊永远拢是安尼啊，对不对？永远拢是安尼啊，所以呢，但是一个人来当达到政府的人，这个人就是伊迄条心，就是最好一条的心。所以咱人迄个心，毋是讲世界上讲遵守心，讲我为做好事，哦，这道理大家拢知影。但是你真正要甲遵守心，你遵守心就是讲我的心永远无论世间所有一切的人事物，不管人的对外好歹，所有一切拢是我的心，永远拢是无改变。安尼才是人最好一条心，对不对？是毋是安尼？是毋是咧？这是最好一条心呢？啊无，袂要讲哦，最好一条心。你今仔日而家讲我即个心拢做好，逐个世间就人讲啊，这个人做好心好啊，到底求啥物做食啥物菜？但是你好心，靠永远拢做好心，靠永远拢做好心，靠永远拢一条保持一条如不动的去好歹的心，敢有法度达到安尼？敢有法度达到安尼？无拢嘛，啊你讲是讲一条最好的心，一条最好的心就是如同不做拢是小事，不做拢是最好的一条心。你今仔日你甲骂，伊敢会生气？伊敢会生气？嘿嘿，伊袂生气嘛？伊袂生气嘛？啊，毋过人来甲我骂，我会生气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敢是最好一条心，对不对？哦，啊对人的不满，啊你敢是最好一条心？啊有做我袂对咱不满，你今仔日做作者人，哦，伊嘛袂讲哦对你做好嘞，你今仔拢无做人，伊嘛袂讲对你做歹呢，哦。啊，如果无做呀，讲你大人做作者，你工作做作者，你做好。啊，这个人拢无做，啊，这个人拢无做，伊对你做歹。啊，你无做的心，他那心拢是较有小嘛，就变成就小嘛，叫做分别心嘛，咁是分别。哦，啊，分别就是讲分别对象是不自由嘛。哦，分别对象永远拢无了事嘛，不自由嘛。啊，这种人就是怎啊，入海。迄落啥，入海正沙多住困嘛。即种人就是咯，在海海鸟个内底啊，面单起来，啊，而家生活即个发挥了，啊，你毋是家己困了家己嘛，当是安尼。哦，所以咱即条你行来解。如果咱来当达到安尼的话，哦，咱人的心就回归到咱本来本来的情况啦，是毋是？哦，安尼才当达到真正最好一条心嘛。毋过咱兄弟姊妹有几条理以来啦吼，咱人所念的，哦，只有地定所夫不了所备，甲咱念的吼，念非常的多啦，但五欲六定中哦，念了非常的多就对啦。我能达到真正顺就是咱，哦，人这种讲我真正最好一条的心啦，哦，最好一条的心，安尼是毋是讲真可惜嘛？是毋是真可惜？啊，安尼要紧。咱大家做咧用什么拍拼，包括我嘛，是这个按照什么拍嘛。哦，所以你今仔日达到无达无无，这个道理吼，咱爱分落清楚。哦，5条3啊讲呀，哦，啊袂就是经理业嘛。啊，你今仔日要是这地啊，是要五，是挂咱家己修炼，是这个过程嘛。哦，啊袂5嘛是1段时间呀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有干无干嘛是1段时间尔，讲是1段时间之一尔吼。所以袂歹人，也就是从咱今仔日行错了方向嘛。就今仔日就讲我要转去到西方桥的世界，啊西方桥的世界就一直要走去西方去啦，比如讲我一个比喻啦，哦西方桥的世界就走去西方去啦，我来看咧安尼较清楚啦。西方桥的世界就是在地，而且就是起码清楚就是你到西方桥的世界，东巴你才就是西方桥的世界啦。毋是讲西方桥的世界创的，对不对？敢是安尼？毋是安尼啊！啊，你行错方向啦，就是行错方向嘛。啊，我西方桥的世界就是西边，啊，你也将伊当边个，安尼行会到咧，袂到。结果你嘛行袂到，你行错方向嘛，对不对？行错方向嘛。啊，五者的人，一个人咧开路的人，伊就是一直爱看经嘛。看经嘛，问法嘛，用心中做事内性嘛，是修行前的性功夫嘛。
但是咱初步的时阵，以前咱是三车路口问过来人嘛，咱今仔日在道中的时阵，咱问咧过来人嘛，因为咱的先过，对是发生是种有判案有认同的啦，咱只要先搞了，就是安尼是问过来人嘛，依照这条路环境嘛，依照这条路上来放这种叫做世界嘛，是毋是？无的时阵咯，讲对，无使讲咱咧收呢，无使咱咧收呢，对不对？敢是因为时间咧过足紧嘛，你讲着时间咧过紧无？你讲着旧年较正刚先把它修正啦，今仔一个今年啊，你讲着今仔一个新年都过啊，旧年一个这里搞，是毋是？对不对？所以说咱这个的时阵。咱这条里啊，伊除啊以后较草唔同的，里啊你草地囡仔你就知影怎咧，米大米鱼你就来，咱先把修正尔，先把了啊，头手就买，好无？时间你过足紧，细汉不老去嘛，时间真正上够紧的啦，目睭一个年，你啊话，若是安尼咱真正安尼接近迄个来讲足紧啊就对啦。敢是安尼？若是人年岁侪记了歹，记了歹，头就都人拢歹嘛，年岁年纪啊，侪人拢会安尼啦，就互我安尼。毋但是你也是讲我今仔日去做啊物件，而且你想，我今仔这个做啊，干这个无做呢，我惊到现在去做，哎呦，佫袂记住啊，毋知我笑啥，这个回啊，你先毋知讲这个回啊这个，毋知影这个，你也会感觉咧。你讲这个就是有安尼无？所以呢，咱来想，因为看见个骹头个莲花，头壳个毋是摆去，好，咱来现在赶紧做，有时间去看我经济，有时间就较常来听道理的，因为讲书要讲的时阵，伊就是听着过去，迄个多书大德。然后只要是多老的这些经典，伊进真会去精，迄个讲书伊就较认真去看，爱去了解，经过大脑这个思考出来，分析出来，互咱大家做一个参考。安尼咱修道，若现在要等来咱的国家用，就是愈接近就对啦，愈接近啦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咱大家知影。这就是互我在经营方面，咱可以比较共同做一个参考啦那么第二点，健康不敢拔，健康不拔，一切三条，好吧？咱来礼为正嘛，有希望爱到爱落用嘛，好无？清楚嘛，咱是安尼。外口有一个物件嘛，好无？看到的物件多嘛，经验识到的物件有多无？非常的多嘛，真甲咱康复甲咱拔掉的，要甲咱拔掉的，拔到真正就了较即条人即拔到拢互咱袂爽去，有无？你也看，文明的社会科技发达，即咱文明变大堆，有无？若是出名是大的，一大堆有无？我全世界讲咱台湾讲啥讲出名嘅上济啦，即爱讲了我食上济啦，你甲想？是毋是拢暗点，对不对？暗点咱人暗点的时阵，有时咱就做些拢会做嘛。
哦，咱今日去我看到的物件，先甲像啊卡面啦，你甲接转来，啊转来时阵啊，再倒带安尼就放出来看，啊上几年，上几年都不问题。啊你讲唔甲上，变成要甲上，有无？唔甲上偏偏大上，你甲我讲唔甲上，永远拢无甲上，啊你这人收的呢，工有够，真正有够啊！你若无啊，真正无够迄个境界啦。毋但是啊，你也是有空过来的时阵，啊空暗的，啊空暗的这个怪空落，我时间我就得来困啦吼。啊你想要要创啊，家己咧骂家己呢？你想要创想了，你困袂去，啊毋甲在坚持坚落来。好啊，一秒钟2秒钟无大小尔啊，一秒钟2秒钟也无大小尔。啊无大小的时阵哪了啦？你慢慢去想。啊讲8大小，8大小，一天哪边想，有无？看袂安尼，你就安尼咧，我真正安尼咧。啊，若是啊，我就讲家己骂家己呢，讲是搞到你是搞夫妻呢，你是搞夫妻呢，你个小孩你怎啊？小孩你几年都袂去，真正要伤害，啊，慢慢安尼要笑，唔搞笑安尼笑，你安尼咧，会啦，可能你袂我会啦，我真正会啦。所以讲，你也知影，这个钱大家通不甲发，非常这种的严重，啊，对咧修行。嘛是这个所在啊，较所放的。你真正的路，直接甲你所放，啊，甲你困扰的时阵吼，你咧真正吼是拢会所在。啊，这所在边啦，哦，伊咧上书则甲咱讲，一切爱空藏，一定要张条。哦，一定要张条。啊，张条的时阵，这一定要练呢。啊！你好啊，就是做只课就是安尼，啊，这样就开始练法门嘛。我咧练分身佛道法门嘛。啊，练的时阵，大家愈练精神愈好呢，啊，大家练人会困去呢。练到这困去，啊，大家愈练精神愈好呢。哦，所以呢，你一定要打精神，一定要练。所以藏的意思就是讲，什么是藏的？一定要张断，这样子一定要张断。哦。张条咱内心会阻碍咱内心这个所发的，一定要张条。但是这无简单的，无简单的。你张条外在一切，你甲我容易呢？是毋是安尼？你张条外在一切时阵，我今日伊就会接受呢。我就尽量赶快去迄个中做的啊。安尼是毋是张条啊？安尼是毋是张条啊？你只能讲会使我动心呢？哦，你的心因为是有这个多了的遐物件，你较爱赛好车，啊，但是这个赛好车这个用量生出来时阵，咱若看好车，咱就当去甲看落啊。安尼是毋是去张条外条的，比较快一些，较简单。你张条练什么不要简单呢？真正不要简单呢。这拢是咱过去者所逆了这物件。哦，对内心之间的执着，你张条条，也无相讲有配合，你也无相讲有功夫，袂遐尔简单张的。哦，啊，袂遐简单聊聊来啊。哦，对不对？用心开始自己开始来练嘛，好，开始来练嘛。哦，所以呢，在内有7年，在外有拄则有迄个外口迄个。嘛，啊，讲伫咱家庭起来，你若要讲伫咱在内有7情，在外有亲情嘛，好无？就是咱外在外有亲情，有父母之情、夫妻之情、兄弟之情、道亲之情，所有一切情有这无？对不对？有这个情嘛？哦，有子孙之情嘛？啊，要如何做到好？扛袂行？要如何做到后面夫妻之情来协调的，兄弟之情协调的，朋友之情协调的，这是较袂放哦。子孙之情较放的，嘛解袂掉，有无？真是这个放更较严重，对不对？阿某之情的放，是毋是更较严重？哦，要如何做到讲协袂调？中间来加持化。化意思就是一直在转化，哦，
化意思就已经爱转化，对不对？把有北的心，有夫妻之前的北的心，那个转化有北之心。儿女之前、子孙之前，这拢会甲咱北，你就要家己化就是个转化无空，对不对？转化无北，无空无啊。哦，把有手脚的转化无手脚，把有做的个帮转化无做。把有负担的甲转化无负担，把有压力的甲转化伊无压力，有无？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呢，咱今仔日面对遮尔个事情，哦，你要用转化的心态去面对，是不是安那？用转化的心态去面对，唔是用烦恼的心。来做法的家庭呢，好无？你甲想，咱今日来讲咱来讲伊是者，你心骨欠安，还是倒也不如意啊？是倒也安尼就对啦吼。是不是咱倒是大人的做人的阿公阿嬷啦，是不是拢会烦恼？对不对？毋是未烦恼，一定会烦恼。但是你遇到烦恼，甲转化以后无烦恼。但是就已经发生啊，我可以搞烦恼嘛是无路用啊，但是代志就发生啊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可以搞烦恼，唔知烦恼甲哦，困袂去，早大对就对啦，反正身体歹去啦，有无？你既然代志就发生啊，你爱想到讲我用这个心去甲转化就无烦恼嘛，对不对？转化就无烦恼。啊，安尼时阵，咱伫这生活内底面，是毋是比较会较轻松？有无较轻松无？当然较轻松嘛吼。啊，无你用烦恼心来做别人家己，毋知影你若烦恼，咱人若烦恼吼，毋知影一暝啊头白了了呢。怎样知影？你要相信无？你一个重大一个事就来烦恼啦，头一瞬间就头白了了，是毋是安尼？真正，所以毋是用烦恼来做别人家己的，如同一个足高龄的医生去看病人，好无？高龄的医生去看病人，对不对？看病人咧痛苦，伊敢会讲啊，听话你咧痛苦，啊我也对你痛苦，医生迄医生来咧，对不对？伊袂安尼啦。啊，医生去看病人，啊，伊是去看一摆的，啊，一摆的患者我拄仔咧瘫拖咧哀的时阵，啊，一摆的烦恼一摆的，迄个医生看2、3年，迄医生就调去。所以一个高龄的医生看了患者伊咧痛苦，伊用转化的心态去面对，用转化的心，哦，变成转化。伊用转化的心，哦，转化伊关心嘛，好无？关心讲这个患者，啊，有人无够可怜对啦，啊，这真正这少人变少人，啊，就带这个病吼，啊，希望讲吼，啊，一个转化伊关心嘛，讲希望这个患者吼，会当早日恢复健康嘛。啊，这才是真正高龄这个医生啊，哈哈，可是安尼，啊，为患者看我济啊，为看过来歹呢。啊，把那你该烦恼是啊，你用转化，用转化的心去甲面对，转化伊关心，希望这个患者会当早日恢复健康，啊，会当早日恢复健康，哦，伊毋是用烦恼来做法自己的，所以真侪人毋知影用这个方法，哦，毋知用这个就落钱，甲咱看要甲咱绑，哦。啊，毋知影发条的时阵吼，我当达到，讲真正变得修行嘛，如原来变得修行嘛吼，所以咧，而且分则来讲，则甲咱称为叫做有情的众生啊，叫咱这个有情甲无情的也是天嘛众生嘛吼，哦，所以有情的众生，他会当斩掉情感看不看啊，那么
就可以成就佛菩萨啦。哦，成就佛菩萨啦。哦，如果真人通要甲人你也放袂下的话，就无法度成就佛菩萨。哦，菩萨甲菩萨啦。哦，对不对？哦，安尼，咱今日就是应该到心中咧，歹物件一定爱去甲挡掉。无食的时阵哦，要成就佛菩萨，就是相当困难。所以过去的诸佛菩萨，你成就佛菩萨的大佛大菩萨，伊绝对无有钱甲咱贪，无迄个本甲咱骗。过去的诸菩萨啊。伊绝对心中无钱贪不白，哦，这个挂来，所以叫做是钱是内心放得下。情是内心放袂下这种的牵挂较执着，而单情挂来，这个叫做是情，有无？这叫做是情。情感非常严重，你也知影咧，咱甲看，咱出去看到回箱，牵狗啊，牵狗啊无？有看到回箱牵狗啊无？你若看到回箱牵你只狗啊？伊对只狗仔的情嘛是放袂下，对只狗仔的执着嘛是放袂下，敢是安尼？安尼伊嘛是这样挂来的，这样嘛是一种的挂来，哦，这样挂来。所以咱今日一个修行者，一个有志，咱今日拢是有志的修行者，灵仪即灵，灵障即障，灵读即读，灵讲即讲。这就是咱修行一件最好一件的工嘛，哦。对无？修行你达到这个境界，你达到这个境界就是一定要做到这点。灵离即离，灵当即当，灵少即少，灵修即修，灵食即食，灵读即读，灵不要即不要，灵当下即当。安尼咱内心才能达到清净不了。安尼就是就做出来讲，心中无疑问，何处惹尘埃？安尼咱当下参着做大师拢是相像，参诸菩萨拢是相像，有无？真是啊，达到安尼，这是修行最好一种的功夫。过去上师就是一定做到安尼，伊就是有做到安尼，而且成为一个祖师大师，会当做出一种的大师。既然当安尼，你会当随缘行一切。你看了一切，你心中如如不动。你看了一切，世间的一切的面对世间的所有一切，搁是咱外好外歹，你的心中拢是相像，心中拢是相像。
拢会生活本质上就不同。安尼你会当用一切，你的心完全会去点上一切，是不是安尼？你是学分，是不是学分？所以去看学分，要对看，学分要对看，啊，学要对看，真有无名，真有无相，要对看。看咱家己一个人，伊的心能用一切，心无了用一切，安尼这叫做是活佛在世，叫做活佛在世。安尼活佛在世，那么咱今仔在修道，自然你就以道相应嘛，对不对？你日常的生活拢是念道嘛，道就参你相应嘛，就咱时常咧讲的啊，道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道嘛，对不对？安尼你生活内底面，道主宰你的生活嘛，你咧做工，你咧生产，不管你做好食歹食，主要有少无少，你的心拢是相像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心中有道，道主宰你的生活的意义拢是相像，所以道就是生活嘛。你生活内底的生活就是道，你生活内底面。不管你有道敬好歹，你的心拢是当道相像啊，你的心拢是参道相像啊。道就无好歹，安尼心无好歹，安尼你是二道党。你若当道无好歹的心，你若当道拢是相像，安尼你就是道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道嘛，就是这意思嘛，所以。如果咱卡住无道人做到生活就是道，道就是生活的话，咱修行一定爱起一个念头，起一个念头，赶紧来修嘛，起一个念头发修，要修，总结咱人做人生的观念嘛，对不对？先总结咱家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伊俗语才讲观念转个弯。是毋是安尼？咱人的观念转一个弯嘛，观念转变一个就好啦。是毋是安尼观念咱要安怎转变？回想咱过去，回想咱过去，看咱家己，想起咱家己啦，就是看咱家己拢出来啦。咱一生的情况，最后的结果是啥？最后的结果是啥物？最后结果是啥嘛？你若想好啦，最后结果是啥物？对不对？先去甲咱讲，道欲道求是道痛苦，有无？这个有人讲这个无？道欲道求是道痛苦，不如咱就无欲无求，反而较自在。有较自在无？无欲无求就是较自在，对不对？但世间发展内面，你一定要用逆向思考生活方法，高官福禄，大富大贵，敢会当互咱强求？敢会当互咱强求？强求会对袂？袂对啦，会对是怎咯？即摆你选总统，有无？嘛要做总统，伊嘛要做总统，对咧，安尼你做总统，敢对袂着？即摆两个咧做嘛，迄个嘛要做，迄个也要做，有对的人，伊求袂着啦，迄个袂对的人咧，敢求袂着，大富大贵，敢求袂着，求袂着嘛。毋过求袂着咩嘛？不如用逆向思考方法，不如咱今日安贫乐道。安贫乐道的时阵，
人人可以做到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对不对？你也讲的时阵哦，像我现在安徽有无？大富大贵，因为这困住我安平好多，人人可以做到，你来做到，就做会到，你嘛做会到，大家拢做会到，对不对？人人可以做会到的嘛。你若讲话讲我就真正吼下心办到，做会到的。我你讲伊会嘛？你也会就做会到，你也唔嘛是做会到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咱这样一点还真的，我常常人生的道路上，会碰到足叮当这个波峰嘛，好无？这个波峰，唔是讲拍有形这个波峰啦，但是无形这个波峰更加严重啦。这个互咱会当手会讲喙面呢，好无？迄叫做无形这个包袱啦，无形这个包袱。无形的包袱的时阵，行在人生的道路上的时阵哦，唔知咱人会妄心呢，好无？唔知咱人有着刺激的时阵，上伫迄落，咱若无有足大刺激是袂啦。你有足大刺激的时阵哦，唔知这一般哦，就是你行去做嘢，你唔知影。行在人生的道路哦，足叮当的骹步呢，啊，就这行去路来的时阵哦，又搁啥？又搁慢，又搁重，又搁袂轻松呢。对咯，又搁无当轻松的哦。所以呢，咱今仔日一定要清楚，大富大贵，唔是互咱终究会到，你想要安怎就安怎。咱今仔日互咱终究会到，就是爱安定落对，人人可以做到。这就是咱人观念转一个弯，观念转一个弯，观念嘛转一个弯了后呢，咱人的生命就无安尼放大。是不是安尼？咱生命无办法，就是讲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无论你在事业上、生活上、生活上，你着发现咱生命中到处拢是相处，敢是？拢是相处啦。相处的意思就是讲，相就是讲你袂受着外在一切物件，甲你影响着咱人的心啦。敢是？拢袂去甲你影响着咱人性的心啦。会当念这个要领的话，那么咱今日去修行就是成功的一部分。安尼是修行成功一部分成功的一部分。所以这个道的意思，唔是讲叫你抛弃世间上的一切，唔是叫你讲抛弃世间的一切。敢是安尼？我存有某呢，我存有囝呢。我找有事业呢，敢是安尼？就是讲，你世间的一切，袂去妨害着咱这条清净的心，安尼就是怎条？安怎条？毋是讲叫你离某离囝离家庭离啥呢？你娶某娶到，敢通离离的？安尼干嘛？对不对？生计通生计，都无通食，放你自生自灭咯。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讲你世间的内底，你只要你用一切，你的心了一切都忽略了，安尼叫做障，安怎条？安尼叫做障，安尼叫障。那么就像我在这个世间，当然你可以随缘用一切，应用一切，但你的心袂去想着一切，对不对？安尼才是修好，修最好一种。最关键的境界，就是咱心中所存的一粒最好一粒的心，有无？最好一粒的心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师，就做大师才讲讲，是咱达到安尼的时呢，我上。
一个人卡住啊，真正无心对一切万物。啥物叫做无心？啥物叫做无心？无心就是天真无邪的心啦，无心就是无对立的心啦，安条。无心的意思就是无对立。无对立的心，你叫做无心呢？先生搞无心，先生要来说话开说嘛，是有心嘛，才无心，对不对？伊就是拢无对立嘛，迄就是天真无邪的心嘛，就是顺伊的直心嘛，安尼叫做是无心嘛，哎哟，无心嘛。啊，就是咱若是用无心去面对一切万物，万物的好歹，同咱有啥物关系？有啥物关系？无啥物关系嘛？啊，当然无啥物关系，无啥物关系。安尼时阵，自然你就要发现讲，多一分不如少一分，少一分不如无分，无分就是无心嘛，好无？你自然你就发现讲。加食物件不如我来减少食物件，啊！你既然减少食物件，不如无食物件，你无食物件，就无对你嘛，无对你的时阵，啥物物件对我来讲有影响？有影响？无影响嘛？绝对无影响。所以呢，呢，这个人伊就是达到无心面对一切万物。安尼你哪有世间哪有啥物万物来干扰着咱这条清净本身？哪有啥物物件来干扰咱这条清净本身？有啥物物件来干扰嘛？因为啥啊？看到物件来，我用无心去面对；看到小电水，我用无心去面对；看到小水，我用无心去甲面对；看到水，我用无心去甲面对。安尼叫做是无心于万物，万物就无迄个万物来甲你干扰、包围，来甲你搅乱。安尼你心都保持到清清净净，一定不掉。叫做是这个这样。安尼你去做工课，袂去互工课甲你做去啦。你洗衫袂叫衫甲你洗啦，你咧做事业袂叫事业做去啦。当时。所有一切拢用无心去面对，对不对？这不简单这是无简单啦。但是无简单人是足侪人做会到的呢。过去的所处在就陷入破绽，拢是做到安尼呢。伊拢做到安尼呢，为何伊做会到，恁做袂到？啥物关系？是咱的用功无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讲，咱而且流浪天气是正常嘛，对不对？做一个天台流浪是正常嘛，但是，所以讲咱来清楚，今仔日伫这个世界内底面真正多好多就是多好啦，我就无了无求，我是较自在啦，安尼两项物件尔嘛，毋过讲足简单呢。3岁的囡仔拢做啥呢？8、10岁后这人做袂到，是毋是安尼？无了我40几年叫做40几年20几月21月叫做啦，22月食菜啦，好无？正15岁啦，这个做你听老好无？做咧听一道有车改变环境的，有啦有改变啦，袂当讲无改变啦，只要无改变，安尼就真正讲会袂出的啦，对不对？是毋是安尼？就像说，我就是以前咱改变咧家己尔，对不对？咱毋能说大家讲流传啦，世间无一个咱救济之地嘛，世间绝对毋是咱救济之地嘛，是暂时政府写伫伊尔嘛，
这个真正鸟回来才休休的，即摆国家就袂爽快，国家就袂行，就要飞去别个安尼尔嘛，飞去别个休安尼尔嘛。人生是愈轻伤强，但是啊，佚佗佗的，但是佚佗佗有了一支三支无欠天道降济，拄好这段年你互咱成就福菩萨，最好是种机会嘛。那么这个机会是看咱逐个特别比把，敢毋比把尔嘛，敢是安尼？咱这前人不是甲咱讲，一世修一世成嘛，毋是讲这世修这世成，现在讲我就食一个菜，有班就家己一个班，安尼就成佛菩萨咯，安尼就成佛菩萨，我天气无变啊，拢无改变啊，人家看到你后日做有做，天气无变拢无改变，看到好看看到天啊，以后是基本拢是安尼做歹人，你做有做去，你要安怎开解啊？比如那就好那八点前弄落来安尼咯，是较袂个啊，到分安尼无嘛所以呢，伊这有一个伊世情的意思，就是讲叫咱一定要透过一修一成，来改变咱家己，观念的改变，有这条咱就无这条，有脾气改为有脾气，有毛病改为无毛病呢。安尼呢，安尼咱的生命就无限看咧，你做到哪里，到底自由自在，你的心中拢是无挂无来，拢无所放的。安尼你就才讲讲一世修一世成的，安尼才通成佛菩萨的所以有修甲无修，在修行最重要是什么观念？有修甲无修就是最重要一个观念。一个观念，一般人认为讲。境内风来着咱人的心，是不是？一般人认为讲境内风来咱的心，因为一切环境就一个因影才风来咱即个清净心的嘛，敢是？毋是啦，绝对毋是安尼啦，毋是境内风来咱即个心的啦。所以毋是安尼的时阵，咱的观念上一个你就发现是心来改咱境，有无？是毋是心来风来咱人的境？心来改变的，心嘛先境就有嘛，有无？敢是安尼？一切环境绝对无到风来咱即个心啦。即个分别，敢袂到风来咱的心？人就分别离了尔。但是你目睭看的这个景，对不对？这个景的足好的时阵，你的心才起一个念头，才朝你去个头体的嘛。敢是安尼？所以咱来见到景，一般人拢认为景来风来咱人的心，其实毋是心来风来咱人的景，心来风来景。所以呢。过去迄个啥上主伊才有讲一段，经言无好歹，好歹起有心，有无？即句啊，有无？经的好歹，来经绝对无好歹之心，好歹之心是咱人的心生经才有的，好歹起有心。对不对？所以这种咱你是爱接受，但是这就是观念上一个弯，这命就无限看这样就无报所以呢，会当安尼时阵，就是代表咱有感了一切的健康不法，健康不法，健康不法。
讲精言断真自消毒嘛。因为咱人的情，一切因缘，也会当断真的话，自己伊就是圆融自在，好无？这拢是所出大家伊可咱交代嘛，吼，所出大家所交代，把世间所有种种挂下袂当的迄情缘，一定拢来挂掉，一定拢来斩掉，一定来斩掉，啊，所以呢，安尼自然就会圆融无碍，在下当达到安尼话，这个人的当下，你咧办一枝花。你嘛做你家己一生的主人，你咧炒菜，你嘛做你家己一生的主人，你咧行路嘛做你家己一生的主人，哦，做你家己一生的主人。我要举一个手，举安尼嘛做我家己一生的主人。哦，我脚要行去对遐嘛，拢会做我家己一生的主人。是安尼带咱达到安尼，你就是讲把世间所有一切的经验断真。你的心才当圆融无挂无赖，你一个人无挂无赖，你才当做你家己一生的主人嘛。你若挂赖，你才当做你家己一生的挂赖，做你家己一生的主人袂当，就我做你家己一生的主人。毋过人活在这世间，无法度能做咱家己一生的主人，是安那才无法度能做咱家己一生的主人。少年时代放袂下咱家己的囡仔，好无？老人时代放袂下咱人的孙嘛，敢是安尼？小朋友咱敢会为孙烦恼？会孙烦恼袂？会嘛吼？孙大叫做我叫得紧的，你出去拢会烦恼的。我会啦，你会袂？会啦，都会啦，你烦恼都不正常啊！你是会嘛？烦恼归烦恼，烦恼后摆更加无仔在啦烦恼就无咱的份啊，安尼讲对烦恼一条你就把放掉，烦恼一条你就放掉。咱若是感情大分透，就袂烦恼的，敢袂烦恼？有啦，会啦，会烦恼啦，但是烦恼是时落，人百不应，我拢烦恼啦，是时落啦。了老年前甲讲烦恼嘛是小人，你规日拢莫烦恼，你做较轻松较自在嘛，对不对？安尼就是代表咱人的情缘有断真嘛，咱的心就完全自在嘛，人少年的时代放着下老公嘛，放下一个太太嘛，当时如何就放着下无？少年时代有放着下无？咱这做做引导呢，少年时代咱做引导呢，做引导去学着康呢，咱逐日做伊，咱放下，咱来叫着，这个。